头前半段讲甲就是迄个韩国越南甲日本因反转因的迄个历史的主体性，因为迄个较低主体性，还是讲无主体性，甲倒变，甲即个中国的主体性甲摕掉，才诚做日本、越南甲韩国，因有家己的主体性的出现，咱着爱问家己讲，咱有想要做家己的主人无？咱有想要摕到咱家己台湾人的主体性无？嘿，头前半段讲到安尼接来咱搁请咱蒋教授继续互咱做精彩的迄个内容。好，即个二男吼，伫越南出现嘛，差将近1000档啦吼。是安怎伊拢无法度成做正式的文字，无法度变成正统的地位吼。甚至嘛无法度取代汉字吼，伫越南当然有几个原因啦吼。第一个就是受到中国价值观的影响伫迄个封建时代，就是爱四书五经，爱汉字开始正统啦。你若汉字以外，伊会感觉你迄是无水准的文字啦，第二个呢，像这咱拄来讲的，伫中国，伫越南迄个时阵，敢若2个皇帝，其中一个就是即个阮光中或者叫阮惠伊即个呢，伊有主张，伊是甲迄当时清国要拍越南甲清国兵拍掉伊主张即个爱用二男，但可惜在于无几档就过身去像后壁写的这就是二男字这二男字呢，你若甲看的时阵安怎看无啦，就甲歌册共款啦。你若一个毋捌台语的人，你看歌册安怎看无啦，就像安尼所以这你若是徛伫中国的角度来讲，伊会感觉你这是中文学无好嘛。你这个小学程度都小较无必要学无好嘛，所以你只若用汉字，咱无可能，咱2000几万个人无可能取代人个几十亿个人，人也是几十亿因会做因主体的，所以伊个咱无可能取代伊个价值观啊，所以伊一定感觉讲你只要用汉字，一定感觉你这个学无好嘛，所以你来看越南遐嘛共款遐通过考试的人，遐记者、履历者。通过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遐捌四书五经的人，伊去你做官了，伊当然嘛感觉讲爱读四书五经较有水准，爱读正港的汉字较有水准。若读个二男字拢无水准，所以你看台湾嘛共款，古早安尼，现主是嘛安尼啦。遮做官嘛感觉爱读中文较有水准，若上有水准就爱读英文，若读台语的拢过路的啦，英文以外迄拢还好普通啦。若台语、客语、原住迄种过路的啦，就是安尼所以古早二男伊无法度变做正式文，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迄个汉字的迄个主宰迄个书课过来就是科举考试的关系嘛是，伫越南古早嘛有科举考试爱科举考试嘛是爱读遐四书五经伊就甲伊绑掉嘛。你若用咱现代角度来讲就是啥？你联考、你升学，你要考啥？国民党甲你套的啥？你爱甲读北洋话嘛，爱读中文嘛。所以课纲重要就是安尼嘛，对无？拄则讲了课纲，你看嘛，咱个课纲就是咱读中国文，国校一礼拜平均5节至6节，国中嘛是嘛必修，甲高中嘛必修，甚至甲大学嘛佫必修呢。平均这每一间大学大一个必修的国文4个学分呢，4个至6个学分呢，结果。本土语文有无？老师无对无？这啥？换古早角度来就是科举考试嘛，伊用这甲你绑掉的嘛，你无读袂使嘛，所以咱台语文的就拢无啥头路嘛。若有及格拢趁迄种1点钟2啊6的尔嘛，迄敢若廉价劳工嘛，粗工尔，做线工的迄个。若人遐教中文的，就拢变国学大师，就是安尼来的迄就是真正是安尼来的所以你来看，古早安尼，现代嘛安尼，所以现代咱才会安怎？伫古早人就个演调嘛，
法国先就甲迄个科技考一个演掉嘛，甲取消掉伊嘛。咱这嘛共款，考讲咱就爱甲落转来，换做台湾本土语文，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做主体，华语互伊变外语的一种就好啊啦。互变外语一种，佫算最足尊重的啦。越南就是安处理的，越南伊遐嘛华言哦，伊嘛有一部分的才有占要甲一拍啦吼，一拍的华人哦，哦，华人嘛是伊个54个民族内底其中一族哦。但是华语伫越南是外语，伊甲处理当做外语啊，伊甲当做外语啊。所以伊伫大学内底要学是伫外文系内底中文系伫教哦，咱是安尼处理的哦。咱台湾是安怎？包括咱的蔡总统嘛讲啊，这华语嘛是已经台湾的语文啊，我听得会佩服你知啊？伊嘛讲。伊有一届伫选举前，几若届伫选举前就讲这这华语嘛是台语啊，我咧想讲安尼习近平就拢讲台语，伊讲华语是台语，习近平拢讲台语，你若去甲习近平讲，你即摆咧讲台语，伊会讲你又在搞台独了，足无逻辑的呢，莫名其妙，若英语嘛是台语，对无？若照样逻辑，英语嘛是台语啊。照这逻辑，日语嘛是台语，越南话嘛是台语，全世界语拢变台语啊！他有迄个无主体性的人是安尼啦，对无？英语咱共款叫英语，咱嘛是当学啊，也毋是讲你袂使学啊，对无？越南话咱嘛是叫越南话，你嘛是当学啊。他有讲你要学，就一定爱甲叫做台语，迄是两回事嘛。这是啥？文化认同的问题嘛，就国民党教育成功嘛。教一个做总统的人逻辑无逻辑思考嘛，甲华语当作是本国语文，佮甲当作是台语，莫名其妙嘛。咱真无简单，经过百外当自然的状态，为所有的厦门话、漳州话、泉州话慢认同变做台湾话、台语，这是自然的一个本土化的现象。结果你毋去肯定，这对台湾的文化正经是有帮助。结果你去甲打下讲袂使有即种认同。讲有即种认同，就是沙文主义，莫名其妙啊！这毋是伊一个人问题啦，是规个这政治人物规旁的规个政治拢问题啦。咱怎来甲翻头来看这是第二点，就科技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字南伊先天伊本身的文字的结构问题啊，足难的啦。字南一个字，你著写字，你著爱两个汉字甲斗做一字，毋是加无用的，对无？所以就愈困难啊。过来，古早捌汉字的人本来就少啊，你要捌字南的人咧，愈少，因为你要捌字南爱先捌汉字，所以捌汉字内底可能剩一半的人支持字南尔，所以捌汉字的可能有100个，但是捌字南的可能剩50个尔，就甲咱即个台语。状况嘛共款嘛，捌汉字的内底无一定大家支持台语文啊，若会支持的少数用汉字的用字人，用歌册的遐字就变少数啊嘛，所以你永远就拢少数嘛，袂做正数，袂做多数嘛，所以就以上这问题所变成呢，这个字人，久长以来1000当来拢无法度正做这个。正统的文字变做官方的正式文字譬如讲啦伊这加无用的比如这字伊读做啥？济，足少年的意思讲你足少年的意思，伊就写做是济，伊用一个礼，搁一个世，安尼啦迄个世是兴邦，伊表示意思讲你较细小可，迄个礼呢是声邦，迄个礼其实伊发音是礼，伊发音是礼。但是伫遮你甲暗示讲，你爱用读做济，伊注音就无共伊啊，一个了一个做，伊注音就无共伊啊，你用准的尔嘛，就准的。老师就问了，这是读迄个更喙机的知还是知啊？应该是知嘛。这是话啦，这有方言差，有方言差。原来英文他读更喙机。越南话内底一部分的方言嘛有更喙机，但有一部分人无更喙机，所以爱看啦。我有听到为了读。对，有人读做更这，有人无更这，所以伊这就两个
你来看，一个是礼，礼，一个是礼，啊，一个即个伊也夹起来，变做安尼。这话你若无解，比如话人讲，为啥要写一个说？我要写一个中华白字嘛会使啊，所以就变做无一致的，就做一种无共的写法的。所以呢，为遮咱嘛咱互咱一寡启示啦，就是讲，台语敢通用汉字，敢搁要继续行汉字即个路线。你若为外人来甲看，行汉字的路线演变出来就是二南字嘛。二南字伫汉字文化圈内底无可能出头啦，真难啦。你外人伊拢总9000万人，9000人嘛都无才调抵抗人10几亿的人口啊。咱2000万人，敢有法度抵抗人的10几亿的人口？真恶啦，真恶啦，所以台湾语用敢通用汉字，来用汉字，我想咱的命运考就甲字人共款啦，无可能变正式文字啦，保证无可能的啦，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罗马字啦，外人罗马字出现是17世纪，是传教士传入的，大概分做4个阶段，我是甲分做4个阶段啦，上头是差不多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就是法国人翕入进前，主要是教会伫用，这嘛甲早期台湾的白话字共款，早期嘛是以教会为主，外人早期嘛是教会为主尾19世纪后半期，法国人翕入了呢，就咱拄才讲的，法国人对汉字有意见，所以伊就开始想办法，甲汉字拄掉，所以伊就逼迄当时外人迄个法国翕入伊一开始伊是用保护者的，伊无随废掉越南的皇帝啦，所以是上是逼的毋是废掉越南的皇帝，所以就开始对越南遐施加压力。要求爱废止科举的考试，你若无科举的考试，汉字就毋是必修的啊，就无人会学啊啦，所以咱的课纲你若无甲中文摕掉咱一世人拢无可能出头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无可能出头啦，你若干那争取讲一礼拜1节、2节拢无效啦。人咧食满汉大餐，咱咧啉按摩呀啦。也是无效啦，安知课工作重要啦，迄结构性的问题啦。但是咱即摆政府就听袂落咧，拢听袂落啊。过来，法国时代虽然当然伊有要推翻不过呢，拄开始推翻时，越南人伊嘛惊啦，是讲，你咧殖民者呢，你推翻这罗马字是毋是有啥物用意啊？所以一开始嘛有一寡人感觉讲，我不爱用你殖民者的文字，伊要坚持用字南的，嘛有迄当时嘛有一寡人讲，我用我字南，这字南阮家己创造的，所以伫第二时期的时呢，因还佫有小可丢度，有的人要用，有的人毋用，罗马字到底要用啊毋用，伊有的还佫伫遐考虑，但是到第三时期了呢，因开始会发现啊，讲这文字这是工具嘛。你要用字南，当然迄是咱越南创造的啦，佫足歹学的咧，比汉字佫歹学啦，佫较复杂啦。伫迄个年代呢，无像即摆即摆可能各方面传播较利便，教育较普及。伫迄个年代，你讲要教汉字，佫来佫要教字南，加足学的啦。上紧的就是用罗马字啦，所以因遐越南民族主义才开始思考，开始有讲话，遐知识分子甲政治人物开始讲话讲。其实罗马字即个敢若菜刀共款嘛，你菜刀要摕来甲扑遐殖民者嘛会使啊，对无？毋是讲迄个殖民者，毋是讲迄西方炸来就一定是歹，所以因开始思考，开始就去推广，开始设学校，比如讲东京艺术，即款学校，即咱等下来讲到尾呢，到1945因摕到政权了，伊就随宣布，所以大概是安尼的4个阶段咱即摆个别来。详细介绍啦上头即个第一时期就是教会内底咧使用的时期因的即个过程，甲咱台湾的白话发展一模一样，完全是同款的过程啦，差不多拢是同款上头嘛是传教士真侪真侪啦集体咧做出来，约定俗成豆豆做出来像讲伊上早的一本的即个列布啦即个亚历山德
即个传教士呢，伊上早是差不多伫即个17世纪的时阵伊出版一个列布拉，迄是现处是越南上早的即个字典这是即个越南的第一套的字典，罗马字的字典。列布拉就是越南话、葡萄牙话甲拉丁话三语对照的，这是17世纪的时阵因所出版的1651年这有写1651年所出版的即本的即个伊的迄个贡献就亲像即个福建方言字典安尼大概我类似安尼一个贡献再来传教士使用的时期过了，法国人来了呢，因当然就有制造一寡环境，互罗马字有成长的空间，有汉字无成长的空间所以迄个政权其实嘛足重要，有政权的力量甲无政权的力量，迄嘛差足济伫法国时期，因有政权力量，所以汉字的地位达到切落到20世纪以后，愈来愈少人要学汉字因为感觉迄落。学的无效嘛，也袂当做官，也袂当创啥，伊自然就袂学所以你迄制度若无定好的时阵迄是足大的诱因伊法国人来了，伊颠倒感觉讲，你得学罗马字嘛，搁较后你着学法文嘛，所以因开始会重视罗马字，所以嘛无形中互即越南罗马有成长的一寡空间像讲因上早的第一份罗马的报纸，比咱台湾才早20档尔。1865年，伊第一份的报纸叫《家庭报》家庭报家庭报这呢就拄好甲咱台湾的1885年迄台湾火城教育报，差不多足成的嘛这呢看家庭报越南罗马越南第一份的报纸边仔这是伊迄个总编辑伊的总编叫做曾明基张英基伊过身去伊的梦这是即摆胡志明市第5军遐这是越南上早的报纸，所以为遐开始呢，伊这罗马愈来就愈普遍进前因第一份的报纸超越咱20档，到20世纪以后，愈久愈远，敢若走小桥共款，咱愈输愈远人愈走愈紧这是迄个张英基伊的梦的内底因为伊本身是天主教徒即个张英基算是近代一个天才伊会27种的语言爱自小咧，伊较早嘛捌做过通译就是迄法国人开的通译学校嘛会27种的语文再来，咱讲到第3时期20世纪初期以后呢，越南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即个是足重要，规个越南罗马字迄个气氛、迄个潮流就起来因感觉讲即个罗马字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嘛，咱无应该讲因为西方来就无要用若安尼西方来的物件足济民主科学足济物件，为虾米咱就要用？哪会敢若即个罗马字就唔用所以因就设立一个叫东京艺术东京领土。类似台湾文化协会但是咱台湾文化协会比人慢10几档咱1907年咱就成立东京艺术类似台湾文化协会，因就一帮人鼓吹去外国留学，过来伊设学校鼓励人呢爱有文化启蒙，做文化启蒙社会的运动伊即个东京艺术，伊的成员足济就是留学日本的一寡知识分子因伫即个现处是荷兰一条街遐设立即个东京艺术伫遐传就是遐教西方的思想佮科学的心智其中因一个上重要工课就是要普及罗马字，因感觉讲汉字字男字迄先学先歹学，上方便的就是直接用罗马字去写越南话上紧所以因就有迄个。开课去教罗马字比如讲，咱做来看一下像这是因较早的教材，东京艺术你也是遐教 ABC 罗马字要安怎读顶头这个东京领土这用字罗马字写的这就是因较早的一寡教材
啊，这是搁较后期的报纸吼。啊，伊即个东京艺术校就即摆河内，恁若有机会去佚佗，哦，还是讲进前若有捌对我去佚佗过，应该都去看过吼。嘿，这是即个现出时的即个河内老街内底吼，遮吼，即搭就是古早迄个东京艺术的旧的地点、旧的所在啦吼。哦，啊，过来，因就安尼开始推广，哦，所以变成讲法国人温准，法国人嘛同意，嘛伫推广，啊，过来越南人家己嘛推广，所以就，两股力量用袂了呢。即越南罗马是伫20世纪以后就开始愈来愈发展啦，所以陆续就开始办报纸，就亲像咱网报共款啦，哦，啊，开始就愈来愈侪啊，哦，啊，因古早嘛共款，一开始月报尔。过来就周刊，甚至过来就日报，愈来愈侪啦。到1945年，越南独立进程，根据到30年代哦，迄个时阵全越南差不多75种的即个罗马字的报纸啊。啊，咱台湾的，为我大学到进吼，网报算上用的哦。啊，毋过敢若嘛无啥物新的呢，无啥物新的报纸出来咧，哦。就是有限啦，吼，迄数量吼比较起来，比人比袂过啦，吼。啊，像这是胡志明伊发行的《越南魂》，哦，咱台湾一首歌叫《台湾魂》，咱拢万人伤久啊，咱较早就唱越南魂啊，当着足早就唱越南魂，才会建国成功。台湾人成万唱啊啦，对无？毋通搁看其人越南啊啦，哦，咱拢想讲越南足落后的，迄是经济近代经济较落后尔。哦，但是咱经济咱即几年嘛，愈来愈发展啊！咱毋通想讲越南即摆做落后，你若有机会去看，像胡志明市无输台北安尼。胡志明无输台北，咱遮有啥人海嘛拢有啥，嘿，毋是迄20-30年前迄阵古早是因战争的关系，哦，啊，咱即摆嘛足进步的吼，啊，这是较早越南魂吼。啊，即个20世纪吼，咱拣一个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就好啊。咱甲回想，那台湾的知识分子吼，20世纪初期吼，搁伫遐踌躇，到底台湾话文，还是讲台湾文头要用啥物话写？是用日文、用法文、用中国话文，还是用台湾话文？搁伫遐论证这吼。但迄当时的越南的知识分子，当然嘛有少数人主张用法文，但是拢少数啊。真侪拢伫像环境安尼，伊主张就是爱用罗马字，用白话来写作。来创作越南文学，像讲即个环境是啥呢？伊是南方杂志的一个主编啦吼。即个南方杂志嘛是20世纪初期一个真有名的一个报纸吼，就像网报安尼啦，吼，就像网报伫改业以后的地位共款。伊就是主张做文化楷模，啊，所以伊即南方杂志呢，伊的主编环境呢，伊就讲啦吼。我订伊的迄个热话，吼，伫1931年第164期内底，伊就讲吼，这是原文越南文吼，我甲翻译做中文是安尼，伊讲吼，总是呢，国文袂使，国学就袂使脱离国文啦。啊，若无国学就无法度成，若无国文就无法度成立国学。啊，咱越南国过去无应该用汉字来建立国学，未来嘛无应该用法文来建立国学。啊，咱越南国若要建立国学，就是爱用越南话文才对啦。人就安尼讲啊，30年代人就安尼讲啊。啊，咱台湾古早咧，当然嘛有少数人嘛有安尼主张吼，譬如讲像蔡培火啊，种其他少数人，但是相对比例足少啦。啊，整个大部分的遐知识分子，若毋是主张用日文，就是主张用汉文。哦，伊感觉汉文较有民族意识，哦，是安尼哦。啊，到1945年了呢，胡志明摕到政权，伊当然就宣布啊，宣布要推翻啊。啊，伊伫1945年9月初2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啊，这嘛是一段真精彩的故事，咱等下会规段做来讲啊。过6天了啦，咱就宣布要推行全国要推行罗马字的政策。伊伫迄年10月嘛，佮发布一份声明，呼吁全国爱做伙来扫除青面有的公歹批啦吼。伊才来讲啊，伊讲伊伫批内底会写讲啊，咱越南的头家过去法国外来统治者统治咱的时阵呢，因无互咱读册，无互咱办学校，通去剥削啦。啊，咱全国毋捌字的人才占95%啦。
啊，这是要来进步，所以讲青年部是要来进步。所以咱即摆咧已经得到独立的胜利，啊，咱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准是咱正常要紧的工作。所以咱即摆咧已经宣布吼，颁布全国人民爱伫一冬内学会晓越南罗马字字国语即个政策，要协助逐个人来学习吼。啊，这呢，咱来看吼。所以伊迄个时阵，你来看像这呢，伊着世界迄庙寺也好，教会也好，任何个所在，伊就开始咧教罗马字啊。哦，甚至你来看，因伫拍游击队哦，游击战的时阵，穿插咧边啊，伊嘛伫遐咧教罗马字，嘛伫遐咧教越南话。你看人有用啊无用，对无？穿插咧边啊呢，人嘛是咧学越南话，对无？越南的文化，啊，台湾人呢，对无？台湾人也免烧钱啊，啊开一寡时间来学也毋学，对无？人是战争的时阵，人嘛是搁敢，人嘛是安尼呢，无放弃家己的语言文化呢，哦。啊，所以啊，即个越南会当成功吼，有真侪原因啦吼。啊是啥物款的原因呢？咱则来讲一个真重要的故事吼。即甲胡志明的选择要用罗马字，拄好伫迄个时机点嘛真重要吼。咱先来看即幅放假吼，这是即个越南独立报胡志明发行的，叫越南独立的报纸吼，的一个放假吼。啊，为即个大箍，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吼。啊，光头的这是梅豆就是中国人啊吼。啊，迄个越南这越南人，啊边这是缅甸吼，缅甸人。啊，从大地上下开是台湾就是台湾，台湾，意思是讲，当你从殖民统治啦，台湾，啊边啊周边朝鲜吼，啊个满洲满洲嘛是吼，即三个民族吼。因为岛什么意思？哈？岛吼，因为岛原来意思是船啊，坐船。因为古早迄个中国人、唐人呢，去越南做这种坐船，所以亲像营业部批图啦。哦，古早，所以因古早的即个对中国人称呼叫梅豆，就是中国，就是坐船仔的遐啦，船仔人。梅岛，梅就是人，梅豆哦，啊豆是船的意思，船仔人，所以这是旧的名称啊，叫中国人叫船仔人哦。啊，所以啊，即幅图显现出啥物玄机？毋是报应牌哦。你来看。人迄当时胡志明因遐政治人物，人来甲你讲台湾甲中国是两个无共国，是两个无共民族啊！人画謾啊，甲你画分开啊！台湾甲中国是无共民族啊！你讲说，人迄当时就足清楚啊！敢若台湾人一部分的台湾人讲，搁伫遐啥物迎接祖国抗压的，迄就是无去互国民党关掉啦。胡志明，咱主要讲，伊互国民党伫遐关一冬呢，所以因祸得福，因为关迄一冬才救着越南，所以伊对蒋介石足了解，伊知影讲蒋介石想要摕越南啦，因为过去吼历史上嘛是中国啊强吼，就派兵去接越南啦，就甲摕起来啦，啊若较少时就讲拍转去啦，所以自古就拍来拍去啊啦，啊所以伫越南话顶，伫越南内底吼，你若伊若讲北突哦。北蜀的时期啦，越南话伊历史拢会讲北突吼，就是北蜀吼，北蜀就是吼北方人管的时期啦。伊个北方人就是指中国人啊，伫中国伫越南的北边嘛，所以伊若讲北蜀时期就是互中国统治的时期啊。啊，所以自古以来，因就是足切中国的啊。啊，所以你看，人迄个时代，胡志明就甲咱讲啊。台湾甲中国就无共民族啊，伫越南内认知你就无共民族啊，结果甲咱台湾人家己忘光，所以咱错失迄个时机点。伫1945年，咱才来讲到即个真精彩的一个重点哦。1945年8月15，日本天皇宣布即个投降伫伊宣布投降之前，胡志明就听到风声啦，伊知影讲哦，若宣布投降了呢，中国兵会来，因为因拢讲好啊，越南会互中国兵来接，接毋是讲要互中国是，其
叫中国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是安尼。所以伊就知影风声，所以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越南的胡志明就随宣布发动起义，全国起义。所以为8月16到8月底2礼拜，伊发动起义。咱即看这就是迄2礼拜内底起义成功的城市，一点一点红啊，迄就是伊起义成功的。所以因越南近代史一个著名叫做8月革命，甲嘛唐谈，就是8月革命，就是起义即件代志。所以你若去越南胡志明市河内较大城市，一定有一条足大条路，拢叫做甲嘛唐谈，就是8月革命大道啦，就是纪念这。伊2礼拜内底随占领，为啥伊要安尼？伊知影这中国人来，咱就死啊，咱就要食伊啊，所以发动起义，摕武器啊，占领啊，甲遐日本兵的物件，也是讲法国的遐物件，紧接收起来啊，所以发动起义，过来，像这，所以这是后来伫9月初2，即个联军统帅麦克阿瑟伊有发布第1号命令啊，伊真仔就宣布讲即个蒋介石你代表联军去接受3个所在，一个中国，但是扣掉东北迄3省，迄3省要互苏联去接收。过来除了中国之外，过来台湾，第3个就是越南，北纬16度以上的越南，南边伊互英国的军队去接收。所以真仔发布第1号命令伫9月初2，所以呢。胡志明嘛足巧，伊嘛选9月初2，随宣布越南独立，同一天伊就宣布越南独立啊，人掠着时机啊。伊知影讲你若真无紧宣布独立蒋介石军队就遐袂走啊啦，伊就换伊讲加一条，根据开罗宣言，越南要回归祖国啊，伊就加一条啊，你知影意思无？台湾人就讲啊，所以你看，伊甲咱讲根据开罗宣言，台湾回归中国嘛，回归。中国就黑白讲的啊，伊会当来台湾，根本就是根据这嘛，根据麦克阿瑟第1号。毋若来台湾，伊嘛去越南啊，咱即下摕相片各位看，包括先摕即个文件各位看。这蒋介石家己发布的第1号命令，伊根据麦克阿瑟第1号命令，过1礼拜9月初9，伊嘛佫发布第1个中国政区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是蒋介石的命令。伊就讲啥呢？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政府、日本帝国大本营向联合国最高统帅之行使，就是日本是向啥投降？是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投降的，毋是向蒋介石投降的。蒋介石是代表联军去接收尔，就敢若袂输讲，我咧办一个活动，校长无闲，可能叫我去，是安尼尔咧。也是讲咱。你讲叫办一个活动，董事长无机会、无时间通去，叫咱总干事去，是安尼意思呢？所以伊才家己嘛是啊。搁来讲，以及联合国最高统帅对日本帝国所下的第1号命令，就是讲麦克阿瑟的第1号命令啊。即摆对着中国政区内底，中华民国搁来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上，遮个日本的陆海空军颁布即个命令。伊就根据麦克阿瑟第1号命令，才佮发布因家己的第1号命令，要求遮个日本的陆海空军，你拢爱向我交你的武器，爱交出来，因为我是代表联军来的。所以这是国民党家己嘛知影的啊，但是伊拢毋敢甲咱讲啊。这文件是国史馆内底个啊，咱来看。所以蒋介石嘛是根据第1号命令，所以伊派20万的军队去越南，比来台湾搁较济。伊派20万，因为要去越南免船嘛，来台湾爱船啊。伊越南较简单啊，即个车驶就过啊嘛。若无车用行路嘛是会使啊。所以像这呢，伊这有一部分呢，伊分几啊路，为中国遐去越南北越像这是伫即个越南的一个海防，海港遐因伫遐一挂来因的军队，这是因的阅兵，这是因伫遐阅兵了啊，孙文的相嘛，搁伫后壁。我这相片拢为越南摕转来，为越南的孙火龙提供的，伊甲迄胡志伟什么人？胡志伟毋知咧，迄个毋知啥物人。迄是胡志明，胡志明我老咧。是，迄个毋是胡志明。过来像这兵啊，越南的，迄个中国的迄个兵啊，翕去20万的兵啊，翕去越南
啊，过来这有一个恁捌啊，中即个是乌志明啊，边啊倒手边迄个是啥？龙云何应钦啊。所以蒋介石伊家己嘛无用通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啦，伊嘛无亲自来台湾啦，所以伊嘛是搁指派何应钦去越南去监督啦，监督即个日本军的投降啦，是安尼啦，所以何应钦嘛去越南啊，边啊即个吴志明啊，这相片伫越南拢摕到的啊，上是南部是由即个英国的军队去占领啊，即个咱即来要讲个重点啊，蒋介石20万的军队翕到越南发生啥物代志？悲惨的代志啊，比228较严重。蒋介石一个翕伊，第一，伊就要求吴志明讲，来，恁遐物件拢交出来，粮食交出来，会当食、会当穿、会当用的粮食啊交出来，交出来要创啊？伊要拍内战啊！蒋介石要拍内战啊！伊当知1945年到1949年是因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开始咧拍啊，要拍你兵啊，几百万的兵啊，要食啥？免输空气就有啊，所以就锁国啊，你越南无啥粮食拢交出来，越南迄当时拄好战争结束，农作物嘛无啥收成，就本身就已经咧欠收成啊，无啥粮食通食，即摆搁应付蒋介石。所以因为安尼怎200万人夭死，200万人200万人因为安尼夭死，咱即摆看这图，这嘛是沈和龙提供的迄当时话枵到半死啊，话枵到出来做乞食，伫路呢做乞食，农民嘛无物件通食，规日呢拢出来做乞食，话枵死伫边啊，嘛无法度收尸，就囥下囥车顶安尼尔，话已经死了烂去啊，就囥伫路边安尼。200万人夭死啊！这毋是我后白铁啊，越南的教科书拢有写。前几年嘛，日本学者甲越南学者去做调查，出一本册才够有用，恁才家己去看。但是越南话就有影，200万人夭死啊！你看蒋介石有恶质啊无？过来，若讲摕物件尔咧，这你若像这你若回想，咱当初是嘛是共款啊。蒋介石因派兵仔来台湾，伊嘛是干咧。你看，迄当时为虾米咱会新台票？4万换1箍，对无？就是物价膨胀4万倍啊！伊就甲咱台湾所有粮食拢运转去中国嘛，所以造成咱遮无物件通食啊。一个便当你若原底50箍，即摆4万倍变200万啦！你敢食落？一个便当本来50箍，即摆变200万啦，几个人食落？所以无管你卖200。越南就是安尼啊，过来，伊毋若抢越南的粮食尔呢，伊阁要求越南伊讲你吴志明哪会骹手遮猛，阁知影通宣布越南独立无？你既然你都宣布无安尼，你的国家副主席释出交出来，你的国会议员释出交出来，内阁议员、内阁一寡议员，一寡释出来让出来，要互啥？伊要扶持越南国民党。伊亲中的迄个越南人，伊要扶持。较早嘛有啊，一旁有一寡越南人，伊嘛去参加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嘛有像讲一个黄海省的袁海棠黄海省就是亲中的啊，迄蒋介石扶持的啊，做甲副主席啊，伊就讲你副主席过来一寡释出来让出来，等于要介入越南的内政啦，要掌控越南内政啦所以伫迄个时代。无法度啊！蒋介石20万的大军啊，越南呢，敢若迄个游击队尔，游击队尔无法度对付啊，无法度对付20万的大兵啊所以要安怎？所以这是咱这是越南的即个博物馆内底一幅油画啊，一幅油画伫咧描写，迄当时吴志明要哪？所以尾啊，吴志明嘛足干，好佳哉伊互蒋介石关一档过，因祸得福。伊就想着一部奸计，伊讲因为迄个时阵法国嘛足想要继续倒来统治越南啦，因为伫这战争进前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嘛，所以法国就咧暗算讲等战争结束，伊要继续倒来殖民越南就对啊。所以呢，伊就掠，吴志明就掠着即个法国人的心理，伊就私底下去找法国人讲
安尼啦，无你吼，我愿意你法国继续倒来统治我越南，但是呢，你爱先帮我甲蒋介石赶走。哦，蒋介石若走，我欢迎你。哦，欢迎你法国继续倒来统治。啊，但是呢，爱讲条件，哦，就是我有我的独立的财政，我嘛爱有家己的军队，安怎？就是迄个法布拉克就对啦吼。但是上大就是你爱甲蒋介石赶走，我才互你倒来。所以法国嘛真欢喜啊。所以法国就搁私下去找蒋介石谈条件，伊就甲蒋介石讲：你若是吼欢喜离开，照讲马卡斯叫你来是接受日本军的投降的嘛，日本军的投降了嘛，受降结束啊，照讲你来转去，你若欢喜离开，我加送你一个礼物。过去咱签的遐法国甲中国签的遐不平等条，咱夫妇的准女婿做一个民主互你。所以蒋介石嘛足欢喜的，伊想讲反正呢，我该摕资源嘛拢摕了，该安插遐亲中的越南人，伊职位嘛拢安插好啊，安尼好啦，无我就退出越南，因为若搁踮遐吼，会引起国际纠纷啊，因为法国足无希望伊留伫越南的，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越南呢，胡志明私下甲即个法国签一个密约，叫做即个迄个三六协定啊，1946年3月7日签的一个三六协定，就是咱拄才讲的遐，因私下甲法国的代表签，这就是迄当时的相片，因签迄个合约，一个顶个私下一个的合约的一个相片所以就因为安尼呢，胡志明因才有法度甲蒋介石赶走，所以蒋介石才为1946年的热人。才为越南撤兵撤出去，可惜台湾迄当时无人安尼啦。迄当时咱若有加一个像胡志明安尼要求蒋介石撤退，咱早就这问题拢解决啦。可惜咱迄当时台湾人还阁无认清啦，无了解中国啦，所以安尼错失着第一届的机会。咱讲这伫越南的教科书拢有，越南的这是历史就是历史。到台语都是历史课本第12册，差不多高3的啦，高3的历史课本内底拢有记载啊。像这这就拢讲了，1945年到1946年，迄当时越南的局势是安怎？内底拢有写啊。所以你若是去问越南人，你也做一个实验，只要迄越南人是读过高中的，高中有毕业的啦你若问讲邓小塔就是蒋介石的越南话的名邓小塔。是好人啊，歹人，一定甲讲邓小塔是歹人啊！越南人100%甲讲邓小塔是歹人，因为呢，迄个邓小塔捌甲因的国父胡志明甲关过，过来捌糟蹋过越南，甚至要占领越南，想要甲越南摕起来变做中华民国一个省，所以这个课讲的重要啊。咱越南的教科书拢有写啊，即段历史较早拢嘛毋知，我家己嘛毋知，我较早以前嘛毋知。我嘛是有一届足呛事去越南做调查，访问到一个越南较早的老兵伊较早捌参加过第即件代志，蒋介石来占领，伊亲眼有见过。尾来伊佫有写一个小说，叫做《hà nội cổ tôi》，我的荷兰一个小说，内底有一部分，就是描写蒋介石军队翕去安怎糟蹋当地人，安怎恶疾，就甲来台湾共款啦。比如食物件毋付钱啦，坐车毋付钱啦。面向阿爸，啥物代志拢学爸母就对啦，引起当地人真大的反弹，这迄个作家伊个小说内底有写着，所以就是因为安尼10几当时我听迄个作家讲了，我才哎哟，竟然蒋介石有去占领过越南咧，较早拢毋知影，尾来才开始收集这个相关资料，才愈收愈济以上这是针对这段1945年迄个时代。这部分有啥问题？无啦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胡志明伫迄个重要关键时阵，你也想嘛，胡志明伫迄个时代，伊想办法伫政治上甲蒋介石赶走，伫文化上就安怎，甲中国做一个切割嘛，对无？做一个切割，我今仔若继续搁用汉字你蒋介石要来讲话上简单嘛。你着拢看有啊，人名地名，你甲对古册一切你也拢看有，所以伊着要做一个文化的
的即个屏障隔离，所以伊讲规个就用罗马字啦。所以拄啊伫咧时机点，政治上甲蒋介石赶走，文化上甲中国做切割，废除汉字，莫阁用汉字啊。所以迄是天然的屏障嘛。所以你来看，过去咱拢会讲大商为啥来遐爱去中国？迄就是安那，其中当然原因诚济，其中一个原因，伊就想讲中国拢会通嘛，迄个讲北京就拢好啊。各位你甲想啦，若讲要论土地俗、人工俗，越南搁较俗啦，越南比中国较俗啦。是安怎？遐济毋知死的，甘愿去中国毋去越南，语言袂通啊。有的人去到迄越南就讲惊啦，都语言袂通啦，毋敢去啊。伊颠倒想讲中国可能语言通，叫落去用讲歹仔的。虽然语言通，毋过心袂通啊，无效啊。所以你若想，你若台湾人袂晓讲北京话时，迄台商自然就减一半较加啦，一半以上就袂去啦。咱拢毋免讲啥，伊自然就袂去啦，对无？他就搁伫遐画伫遐讲，就爱安怎动，对无？共款的道理嘛。所以迄当时胡志明就是伫即个局势之下，所以伊就决定废除汉字，莫阁用汉字，规个改用罗马字所以以上这是越南罗马字的成功即摆越南因即摆用就是拢敢若拢是完全拢无汉字像这何日杀这是较早的，这是报纸啦像这何日杀，因古早咧推动罗马字的时候，伊嘛有类似台语5趴，伊嘛翻译册的协会啦，要甲一寡较重的经典的册，甲翻做罗马字。当这较早越南拢做过过来，伊含足彻底含描诗伊拢嘛甲你规个改变无一定要用汉字伊就甲你罗马字变一个形变四角的，变圆形的，配合你个描诗，所以描诗这规个拢是罗马字这嘛是苗条，伊就甲你用条就好啊。这是古苗爱换这个字古苗甲换掉，甲调的字甲迄调换掉，汉字啦，甲汉字换掉换做罗马字所以有个人讲咱若无用汉字了，这描诗毋着拢爱拆掉，无免啦，这换字就好啊。甚至这嘛是用罗马字伊只是小可变形尔像这个伊发明的。这嘛是，其实是罗马字只是伊毋是用线性的排列，伊是用立体二维的方式来排列安尼尔。看起来足像特殊的汉字其实是伊家己做，拢是罗马字，只是用做写做看起来倒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安尼的外形。中国有一个加徐音可能就是像这嘛是福禄寿、福禄特，伊这嘛是伊甲配合迄个。汉字四角的外形，其实拢是罗马字像这福禄寿、福禄特，为迄边读过来，福禄特，看会出来PHUC， 福PHUC， 福这个福禄寿，这名一个作家，伊本身会晓汉字嘛，会晓字人字，伊写的作品话嘛用罗马字写，嘛用汉字写，包括字人的，以上这是即个针对越南的部分，咱做一个小解。毋知各位有啥物问题无？针对咱下暗讲的遮，甲有第一部分有啥问题无？有讲到迄个越南的迄个国父嘿，是。伊无爱蒋介石入来嘛伊敢有发生什么军事冲突？无蒋介石哪有可能乖乖听伊？就是透过法国用国际压力用国际压力逼伊出去只是谈判而已。谈判因为伫法理上本来蒋介石就袂使留的你知说，伊是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尔嘛，日本军投降煞你本来就爱走所以伊徛袂牢，法理上伊徛袂牢你知意思无？所以法理上伊是徛袂牢的，所以迄当时法国人就知影伊法理上徛袂牢嘛，所以就那。逼伊嘛拿甲成讲，你若愿意走我就加送你一个礼物安尼。所以伊尾就离开嘛。所以照讲伊嘛爱为台湾踢退照讲伊是爱为台湾嘛爱踢退毋过迄个国际条件无共款。毋是国际条件无共，是台湾人无迄个主张。迄当时若有人敢主张，咱就是甲越南共款，伊就是爱走。
迄是因为咱无主张，过来1949以后，伊伫中国向赶走，无所在通去，所以美国讲啊无你暂时来台湾，是安尼，所以咱衰，真正算咱衰。伊当时来去海南岛吼，咱就无这个问题啊。咱是去互美国出卖啦，他讲国际交加无甲看着讲。但是即个物件是安尼啦吼，每一个国家拢是为着家己利益啦，所以咱嘛袂使讲伊出卖啥啦吼，因为美国嘛有伊美国的利益嘛，咱嘛咱利益，重点是咱有安尼诉求无？咱家己无安尼诉求啊，甚至你来看，迄当时日本人要离开了，一寡将军伊有偷抢一寡抢一寡枪哦，伊讲你台湾人若要起来起义革命，我抢互你，藏伫山内底，迄个27部队迄个啥物人乡个？孙艺人，迄个忠义人，伊家己嘛讲啊，我伊甲采访伊嘛讲啊，一寡日本将军嘛摕地图要互因啊，啊，甚至伊嘛去找某一个更较大头的啊，但迄大头毋敢，所以尾来因才放弃啊。日本迄边才放弃啊，无伊本来嘛讲，你台湾要独立，我私下支持你啊，武器交你啊，甲越南嘛共款啊。日本军伫遐有一部分不服的武器嘛是无爱交互中国啊，伊直接交越南共产党啊，是安尼啊。其中有一个我嘛阁有采访是台湾人，伊是嘉义农校毕业，互派遐做无算是正产的，做迄个算是算较后勤的就对啊。啊，战争结束了，因为种种缘故，伊拢留伫越南啦，叫5年期啦，尾来就带越南某留伫越南啦吼。啊，伊嘛共款啊，伊当时就是伊伫遐亲眼嘛看到遐中国兵啊来了，接受遐物件吼，足侪拢变卖变伊家己落地仔去啊。接收了，照讲是爱公家接收，伊拢落对家己落地仔，甚至佫陷害伊啊，要陷害迄个5年期啊，所以伊怎走路嘛。啊，尾来伊。甲伊所有财产，伊当时留真侪财产，为啥会有呢？因为足侪日本兵啊，撤退的时阵，甲炸袂转去的物件拢留互伊，哦，所以伊当时咱后车后足侪迄个做价值的物件，尾来伊拢甲遐拢关互越南共产党，用安尼来换伊的性命就对啦，哦，啊，迄嘛足精彩的故事，迄人有机会再去讲，啊，所以从主要是台湾人迄个时间点无主张啊。啊，所以咱已经错失足侪个机会，咱毋通阁错失机会啊！咱只台湾若要甲靠选举哦，选举迄是手段，毋是咱目的啦。靠选举吼，咱台语文拢无用忙啊，真正无用忙啊！啊，咱必须要是嘛是爱发声，咱的思考嘛是爱跳脱原地迄种思考模，迄个选举的模式，爱用体制外的思考模式，台语文才有救啦。若无伫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底吼，台语客语原住民拢死啦。因为伊就敢要互华语生存的空间尔嘛，为迄课纲就看会出来嘛，哦，是安尼啦。啊，毋知阁有其他问题无？哦，咱时间哦差不多安尼超过5分钟啊，嘿。好，若无咱就先到遮，哦，啊，若啥问题咱私下再搁讨论，哦，多谢大家，好，感谢。感谢大家吼，啊，我个人感觉上重要就是主体性啦，就是问家己即句话就好啊啦。啊，咱要做主人，还做主人，啊，甘愿要继续互中国人踏伫咱的头壳顶啊，咱就继续安尼落就好啊啦。无紧，反正就叫人踏，嘛毋是70年尔啦，嘛，迄清朝迄200多年就叫人踏几啊百年啊。敢有差这1工2工对，敢有差这1代2代吼，继续叫人踏无紧。啊，若无爱叫人踏吼，相信我少汉年听过遮尔精彩的演讲，啊，讲到遮严肃的问题，讲到互我遮感动，啊，佮感觉足趣味安尼。我希望若是另外有机会吼，啊，看有研究韩国迄边的人吼，啊嘛会使就。周教授安尼来甲咱讲韩国迄边的故事，啊一定嘛足精彩。啊，看有日本迄边的吼，看人安怎讲，嘛是共款去用中国打比咱较久，打1000年、2000年，啊最后人有法度甲翻身变身安尼，嘿，啊，我感觉即点上重要就是一点啦，就是主体性啦。啊，其他迄论述迄，我是感觉讲主体性即款。即个心魔，
心魔若是袂过吼，那这论述我感觉可能就较其次安尼啦。感谢各位，尤其感谢周教授，谢谢。